9月2日是教师节，各地头拢会举办这祭孔活动。嘉义市有具孔庙称呼的镇南圣神宫呢，内面有防晒孔主公。但年9月27的时阵，拢会把这孔主公请出来游景，再请去孔主庙安坐，等待9月2日祭孔大典。高小的学生囡仔拿着孔主的轮椅，献上寿桃来替孔主祝寿。嘉义市伫9月2日前一天，拢会为镇南圣神宫请孔主的圣上上桥举办摇行仪式。除了有国小的专工准备祝寿活动，嘛有学生会来担任礼生陪孔主伫市区来摇行。镇南圣神宫吼，伊就伫咧学校的附近。伊来的时阵，咱就毋茫讲伊坐位学校去吧。因为孔主是咱至圣先师。我们越南也有拜孔子这样，因为但是都很少，过来的时候才可以看到台湾人怎么做，怎么办这样孔子，可以看到台湾人的文化很可爱。伫传统市场内底，和在地人合作举孔庙的镇南圣神宫，9月2日祭孔大典进前，拢会申请庙内孔主圣像去到嘉义公园孔主庙祭祀安慰。过程这2公里的摇行活动，正做嘉义市伫教师节一个真特殊的文化仪式。升市了后，才变场所较细，所以到尾啊，就伫嘉义市的中山公园，佮起一个这个孔子庙的形象，差不多全台湾敢若嘉义尔。嘉义阮这孔子吼，有做这个仪式尔吼。因为咱这囡仔开始对咱这传统文化佮无遐尔了解，但是借由这活动，学生的感受会更深刻。镇南圣神宫表示，孔子圣上的摇行仪式，大当拢有学生穿古服来做礼生，佮会演奏古乐、念轮椅、献寿桃，那表达学生对老师的尊敬，嘛互传统的儒家文化会当伫嘉义市继续来传承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